近埋國際貿易形勢波談雲詭，外貿企業紛紛陷入困境，海外訂單驟減、運輸受阻等問題接踵而至，大量外貿企業面臨貨物積壓、資金鏈緊張嘅難題，轉型迫在眉睫。喺呢一個關鍵時刻，國內多家大型零售企業挺身而出，攜手外貿企業共渡難關，助力佢打開國內市場大門。永輝超市率先行動，發出公開信，向出口受阻嘅外貿企業拋出橄欖枝。倘若外貿企業因為出口問題導致庫存積壓，永輝將會為其開通綠色通道，確保相關商品15日內便能迅速上架銷售。呢一舉措無疑為外貿企業解咗燃眉之急，大大加快咗商品嘅流通速度，有效緩解咗企業嘅資金壓力。4月9號，華潤萬家亦都正式推出4大舉措，助力外貿企業拓展內銷，從優化供應鏈合作模式到加大市場推廣力度，每一招都切中要害。唔單止降低咗外貿企業進入國內市場嘅門檻，仲通過自身強大嘅渠道資源，俾外貿商品更快咁俾國內消費者所熟知。武商集團聯合中國百貨商業協會積極發起倡議，計劃借助豐富多樣嘅促銷活動，加速外貿商品喺國內嘅流通，以各種主題促銷、打折優惠等形式吸引消費者目光，為外貿商品打開銷路。京東亦都唔落人之後，宣布推出高達2000億元嘅出口轉內銷扶持計劃，喺資金、物流、營銷等多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，助力外貿企業喺國內市場扎根發展。眾多大型零售企業嘅齊心協力，為外貿企業帶嚟咗新希望。喺佢哋嘅幫助下，外貿企業有望順利轉型，喺國內市場煥發新活力，亦都將會為國內消費者帶嚟更多高品質嘅商品。相信喺各方共同努力底下，唔單止能夠幫助外貿企業渡過難關，更能夠促進國內消費市場嘅繁榮。